个哦，这条歌好听，时代佳人。时代佳人哦，哎呦，来听看麦咯。较早是一代佳人。哦，一代，一代什么？一代佳人，一代公主啦。一代佳人，一代公主啦。啊，这嘛是时代佳人，无共款。哦，安尼讲有清楚。来，来，不看下歌嘞，来。张大姐来，来。上水的，上水的，来。哦。哦，来。谢谢，大家好，宇哥家族大家好。想着我幸福梦想我的人生万事当的梦幸我的爱情这样有我的心浪在风中飞一首好听的歌曲《时代佳人》。好，上水的两位主持人好。好，礼拜。时代佳人，很漂亮。你是哪一个时代？是年代还是现代还是时代？你哪个时代的？你清朝呀？不是，我是一代。哦，这家人呢，这就有分啊，年纪的问题嘛。啊，对。年份嘛，年代哦，年代的是哪一年的那个家人？什么时代？哦，这个时代。现代
现代人，现代现代人。是啊是啊对啊啊，你唱歌唱到安尼，你那要看，讲啊，伊是要讲，伊是照讲是，伊是照那种现代，现代哦。现代家人我是。现代的人。但伊目睭叫喇叭高着。安怎讲的哦？对吧？伊五哥会迄落咧，阮五哥因咧。你看有嘛？你伊唱歌安尼坐伫遐啦，安尼啦。对啊，伊咧顾甲美女开讲啊，伊又无咧插。歹势，伊歹势讲，哎哟，我某那遐水啦，哎。阿姊啊，我演人等伊叫伊困客厅，莫插伊。哎呀，我伊困客厅，正经诶。咱平常时讲，我拄仔听咱姊啊认真咧唱歌，伊唱歌比五哥较好听。啊，有影对，这我认同。看到等五哥等别甲咱比什么话？是不是安尼？啥物叫唱歌？这毋才叫唱歌，知无？你爱去检讨。啊！哎妈，安尼弄到小高啊你！因为咱做主持人拢嘛是安尼，拢嘛是挑拨离间，对不？但是咱安尼讲，人因翁仔某感情会愈来愈好啊。哎呀，感情其实真的哦，这个五哥哈跟五嫂这个感情真的很好，是啊是啊是啊，没啦，都挂在嘴边，温某安那那啦，都挂在嘴边。哎，拢爱嫌蒙嫌尔啦，对不？你大概你怎么人拢安尼啦？对啊，你大概对哪个男人都有，哪个男人不是这个样子？哪个人是这查甫人而不是什么东西，真的。真的。但没那个东西也是不行啊哈！没办法，破相过来的，谢谢你啊！来，谢谢，感谢我们的这个时段啊，安排教会。